当然是他的马上我去，那么这是那么第一套里啊，我们马二夏季课程。长兰局呢，新西兰给那么首先要给这个的，问候各位准备的专门那么做的，透过网络来听课当然的新给电视给的，啊、所有的书生的当然僧团，是不算那的，当然是看还有电视呢，所有的当然新给这台湾的主顾，台湾给这然后堪布、阿舍离、善知老呢，识，听个差还不多了呀，有网络收看的世界各地的法友们，不是原因，问候大家扎西德勒。嗯，大头的。다리 들이질이야다 망고 야르쳐야지다 너니 그 초투시 마슈아르바 那么这一次课程 너니 我们会 야르쳐야지 당부 체비야 延续 제 去年的课 슈디 程。슈앙아 주주스 셰아르부 진짜기 本 체비야 来呢，去年希望能够 그래야 讲大 디기 概14、15 버루들이야 堂课， 아니 공식하고 싶으셔 아니 바 但 디기 是 태 当 디기 时 뭐 观音尊者他从美 아니 国 되네 바 야갈레 到了这个欧洲， 아니 랑갈이야 유럽이야 교수 나브르바 디디 也就是 사야 在 공식하고 回去印 싶으셔 度之前哦，然后제제슈바 停留在欧 제제슈 洲，所以当时呢， 되는 때는다 我就前往了欧洲， 디디 啊、 로지다 팅 拜见了尊者， 나도 슈토요바 所以呢，课程只讲了8堂课， 엔터리 무튀네 다 롱아메가 초 所 튀시 以무튀네 今年我们就继续 다 마슈야 도스레 去年讲到的部分。다 롱아메가 초 튀는 마슈 뉴산다 급스 바베기 전세르부터 가와 토디어스나 那么，所 루암 以去年 비시주 사들 我 토디 们 루암 主要 비시주 讲到了就是这个时事， 대자다 루암 비시주 사들 근데 스트레스라위나 다 롱아마 디즈나로래야 아주기지 데메기 是吧？那么主要是在之前去年的课程，kunyangen be 我们探讨了 tumba 这个原始佛教。cấp tiren ti cấp li ya ji nang che na ba sang ge be ge ji den ba 那所谓的原始佛ti 教，zu 也 kya 就 de ji 是 shu 从 ko xie bre 佛陀一直到佛灭之后，没有太久之后，整个僧团 cấp 的 sang ge 当 chwa 时 ne 佛教的一个 kunyangen 情 de 况。de be pa ge gin du ge de chung ka de yin ba ta ne ji cấp ti du ge ji chep si ge 呃，ya ga 不 ge 仅是佛 ta 教 lo 僧 ge 团的 chep si 情 ge 况，原 so 始 ba 佛教原始佛教我 ti 们 ge 还讨 ge 论 ya da 到，so ka de yin 就 ba 是从 ti 当 zu 时 chung 印 ka de 度 yin ba 整个的 ta ne 政治 ji 的 cấp 局 ti du ge 势、ji gin 社 du ge 会 de 环境，ne dang ro ka de yin ba 那还有就是僧团的 다는 状 신기 况，댐베 띠르브스야 요르바 댐바 찌기찌르 还有 다자가 댐바 这个我们叫 댐바 护法长老， 네데 위송 셈보다 드네마 也就是从佛陀 제주기 传 댐베 到大 띠르브스야 迦舍，요르바 还 다 有这个 댐베 阿难尊 띠르브스 者等等啊，就 초 是 멤버다 护 계속 法的这个长老这些内容。 너나 지금 초 간지테네 这 급 都 디듀 在去年课程中有讲过了。总之，当 급 时 디듀기다 我 지금 们 양아 从各个层面 게다 지금 啊、 갱함지 了解， 소 而 지기 且讨论了 간지바 当时印度 다는 还 신기 有佛教之间的各个面向。 급 디듀기네 야가게 지조하다 나바상기 위치에 버루기 버루리아지 가셔다 내되로 가르쳐야 봐 서로 니즈로 가르쳐야 봐 디즈 꼴이야다 아주 링롱으로 체 셰도로 체브레 안다는 신 것도 담비고 쉬어 봐 것도 담버서还有，근데 我 줘야 们去年也谈到了第一나 节集，것도 第一次 담버서 的 안 돼. 结集。저 상계 좀 되네 꾸냥에는 대비 那么，也就 제수기 是第一次 다 结集，指 상계 的就是佛灭 방송샤 以来，도대다 누와 当时 디즈고 도단 第一 도대다 次 누와 对于 나 안주 经和 대나 律 중간로 这 거기 二 배 藏 개발해서야지 的一 열어봐 个汇总和 아침에야 整理。 지켜봐 망치야 되기 딩듀기 심주고 망치야 지금 디즈르 제비나 갑자기 저 도대다 누와 디초지도 리딩 당부 야는 리딩 당부티 안 디디 때버레스 진짜 인사 안 될이야 그도 당부 쓰기 알았어 너나 상기 꾸냥에는 대비 제수 总之呢，佛灭之后，다 뒤주
这个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佛教呢，在不管是无论是佛教也好，或是当时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还有变革。那么也衍生出许多的问题还有分歧，还有很多这些挑战。最后就是这些各种问题、分歧、挑战累积到了一个程度呢，便触发了这个佛教教团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分裂。那么这就被称为叫第一次分裂。那在这第一次分裂的期间，也同时呢还有第二次的这个结集，就是对于三藏的这个结集。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这第一次分裂，还有第二次结集的这个导火线。那这个导火线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时事，十件事情。但是针对这一点这里呢有两个不完全确定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导火线，也就是第一次分裂和第二次结集的导火线，并不是这个时事，所以他们认为是什么呢？而是认为是有一个比丘叫大天，那也就是一般我们称为叫大天武士。所以这是有一些学者是这么认为的，就第一次的分裂和第二次经藏的三藏的结集不是这个时事，而是大天武士。还有呢，一些学者认为，就是这个时事它导致的这个分裂不算这个根本分裂，而算是呢根本分裂的一个萌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时事，总之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无论有些学者认为导火线就是时事，有的认为不是，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内容。那么在谈到时事的时候，我想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一个就是首先针对时事的背景的总说，那么第二个就是事发的情况，当时的经过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召集僧众了。然后再来就是时事那么集会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首先第一个，我想谈一下是背景的一个总说。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大部分经典的一个记载。这第二次结集
的直接的起因是什么呢？是关于这个乞讨金钱是否非法的一个争论，也就是过去在原始佛教的那个时候，那么就是僧人们可不可以去乞讨这个金钱这件事情，如法还是不如法的一个争论。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在佛灭之后，佛教呢持续的向印度周边的各个地区传播开来。那么当时佛教呢，就从这个中印度做这个恒河的分支，叫延摩纳河而上。然后接着呢，就传到向西就扩展到一个叫摩偷罗这个地方，所以它就形成了西方佛教，就是印度当时西方这个地区佛教的一个重镇。那这个摩偷罗，它其实也就是印度教里面的我们叫 Krishna，就是黑天神，他这个信仰的一个发祥地。所以这地方其实也是印度教的一个重要的圣地。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有一段时间确实佛教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兴盛的，而且成为了这个说一切有部的长期的一个根据地。在去年我们课程当中，记得有谈到这么一段历史就是传说这个佛陀的弟子叫大迦旃延，他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就是摩偷罗呢传道。但是呢，经典当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提到说佛陀有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能佛陀并没有亲自到达过那里。那么我们从印度的地理上来看它有分西方和东方。那这个西方它指的就是恒河的中上游，那主要就是属于婆罗门教盛行的一个地方。那么换句话说，也可以说就是印度教这个兴盛的一个地方，就是婆罗门教，古代叫婆罗门教。那风气是比较保守的。那么东方呢，指的就是恒河的中下游，是沙门这样的思潮发源的地方，所以是在印度东方。那这里所谓的沙门，它当时也是古印度的一种修行方式是要出家，然后行苦行、持守梵行，也是起食为生等等。那后来呢，这个传统也被佛教继承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比丘呢也就被称为叫沙门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古印度它就有这种修行的方式，就是要出家等等这样的一种修行方式。那总之呢，东方相对于西方，它是这个沙门思潮的这样的发源的地方。所以呢，这里相对于西方来说，东方的思想比较开放跟自由。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在这两个地区也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尤其这反映在就是如何看待戒律，就是对于戒律的这个立场上面哦，是差异是最大的，是最为鲜明的。所以到了佛灭后100-200年的时候，当时西方的僧团，还有东方的僧团，就是以这个广严城，就是毗舍离城为中心的东方僧团呢，这两方僧团就在戒律上的立场，就呈现这种针锋相对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佛灭后100年，也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200年之后。总之就举行了这个第二次结集。那么这第二次结集的召开，主要是因为东方的毗舍离，也就是广严城这个地方的拔旗族比丘，当时有一个族哦，就叫拔旗族。所以总之，这个族的比丘们在东方，在广严城毗舍离这里，他们就实行了这种被说成是违反戒律的10种做法，也就是我们这里今天要谈的十事。也就是他们比较开放自由一些。也就是不再像过去早期那么戒律严格，所以总之他们就这十事是比较开放的一些持戒的做法。而这样的做法呢，也就引起了西方的这些比丘僧团的一个争议。那么他们因为风气非常的保守，所以他们认为说不可以这么做，这西方的僧团认为是不行的。那么最先是谁呢？是有一位上座长老，是西方系就是西方的僧团里面的上座的一个长老，叫耶舍。他意识到这个东方僧团这些在毗舍离的拔旗族比丘们他们实行的这10种做法是很严重的，是很严重违反这个戒律的10种做法，所以是他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那这个耶舍是的全名这位长老他也叫做耶舍迦兰陀子。所以耶舍是一个略称。那另外他还有一个艺名就是叫做耶舍陀。那这个耶舍陀在藏文里面是有翻译意义的，翻译成叫做那间扎巴，就是名称上座。所以这是藏文的根有律杂事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它的名称叫那颠扎巴。总之呢，无论是耶舍也好，或者叫耶舍陀也好，或者藏文叫那颠扎巴也好，耶舍迦兰陀子也好，指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根据这个十诵律，中文里面的藏经的十诵律里面记载，耶舍他是阿难尊者的弟子。他的出身是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之后剃度出家，而且精通这个佛教的教典，而且证得了阿罗汉果，所以他是当时在西方系的这个僧团当中最有影响力的
上座长老。所以上面是简单对于实事的背景的总说。第二个就是事发的经过是什么？所以当时呢，这位耶舍长老，他是西方的嘛，但他就游行到了东方的这个毗舍离城，他就看到在那边的比丘们哦，竟然会在每半个月的，比如说8日、14日，还有15日，用钵盛满着水，然后呢，就是集体呢坐在很多人聚集的这个地方，然后做什么呢？向大众乞讨金钱。当时耶识长老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很多的白衣就是在家人，他们并不是都很能理解这样的行为，因为大部分在家众也都知道僧众是不能够乞讨金钱的，所以有的无法理解这样的行为，所以就没有布施他们金钱。还有的这些在家众就是白衣友，甚至开始这个讥讽、讥嫌这个沙门氏子哦这种乞施金钱的行为。当然也有很多在家众就供养金钱了，也有这样的。总之当时呢，恒河的中下游就是指这个东方，就是所谓的东方，印度的东方是比较繁荣的经济也比较发达，这个商业啊，各种贸易也是很繁荣的。所以当那个地区东方的这个居民是普遍都会存钱的，所以呢，这种以乞讨金钱代替这个乞食乞讨食物的这种方式，就慢慢变成了一种风气。当然，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乞讨金钱或者接受这个金钱的供养，僧团接受这个金钱的供养，现在看起来是很寻常、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时是属于一种新的现象。那么这是因为在这之前，僧众呢乞食是只可以乞讨这些食物，是不允许这个乞讨金钱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乞讨金钱的行为，跟当时佛教僧团的乞食那样的传统的确是很不相符的。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已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了。那也有这样供养金钱的人，那么也有这样接受金钱的人，现在会觉得是很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从情况上，现在的现实情况上来看是一件很寻常情况。那当然从戒律经典上来看，的确还是有这种戒律的传统的，是不可以乞讨金钱。但总之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所以当时耶舍长老他就告诉那些乞钱的比丘们就说乞钱是非法求施，是不如法的，是不合戒律的行为。
所以同样在中文的五分律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啊，就是当时长老耶舍迦兰陀子，他在一个总之在一个讲堂叫重阁讲堂，他就跟当时的东方这些比丘说：汝莫作此求师，你们不要做这样子乞讨金钱的行为。为什么呢？我曾经呢，亲从佛文，佛陀曾经亲自告诉过我们说，若有非法求师，师非法求，二俱得罪。也就是说，师者，或者说，就是求师的人，还有施语这样子的施语者，两者都是有罪业的。所以耶舍长老是这样子跟比丘们说的，他不仅是跟比丘们这样子告诫，他也跟很多的白衣在家男女大众就说你们呢不要这样子布施珍重金钱。他也再说一次哦，我亲从佛文，若非法求师，师非法求二俱得罪。所以总之你可以看到律典当中记载，耶舍长老不仅对僧团怎么告诫，他也对当时的在家众们这么提醒。最主要是因为佛陀他并没有开许僧众可以收受金银钱财，没有开许，所以耶舍长老以此为准，所以判定了这个乞讨金钱这是不如法的。同时呢，他也找机会跟当地的俗众们，就是在家众们，说明这个佛陀不允许僧众收受金钱的事情。所以当时呢，也得到了很多的在家众就是俗众的这些赞许。对当时东方的，就是八旗族的这些比丘们哦，他们只知道这件事哦。这毗舍离不只是跟这个对不起，这个耶舍长老在毗舍离不仅是跟僧团这样子说，而且也告诉了大众，甚至说这些接受金钱乞讨的这些僧众并非沙门氏子。所以呢，他们听了就指控耶舍说，你这是骂僧，这是犯波义题。总之，这是一种你等于说辱骂了僧人哦。所以他们就说耶舍长老他是犯了这个犯戒了，是有罪的。所以总之就要求这个耶舍还忏悔。但是呢，耶舍也不从哦，他也没有听从他们，所以律典中记载说，他就以神足就飞往了这个波旬国去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当时的事发的情况，也就是这个毗舍离的比丘们，他们会在一些日子里面，然后向俗人俗众在家众乞讨金钱。所以当时耶舍长老他看到之后，就不仅告诫僧团，同时也跟这些在家众们说这是不如法的。结果之后呢，当地的僧团就很生气，就是八旗族的比丘就很生气，就说你这是骂僧哦等等，希望他忏悔。再接着要谈一下，就是后来就召集僧众，
所以呢，后来耶舍他就 딩도와 决定啊， 미둔백이 就在东方这里，就是毗舍离 진짜 그 뉴즘도 미둔백이 자와치기 유에바데 시기체네 다 티수 텐데비가 다베 내드는디 깍돔 시작 체도 아니 결혼 탐제 수 뉴시네 딱 결혼 타버도 啊。내드는 탐제 수 뉴시네 对，总之当时啊是这样，룸루샤 耶舍他就决定 룸루샤 哦，要 아 跟毗舍离的这个巴 시체네 吉 딱콩 族的 아 比丘哦，누쇼래야 要 패시기 相 야가 约， 누쇼래 要召集僧众 패시기 来辩 될래야 论。급 디디 어 지 산에 대가래야 유에데베기 지 천년라 유에데베기 내린 가시지 안 촌도 되려야 所以呢，他首先就先回到西方，去游说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长老，希望他们能够来参加这样的这次的这个辩论大会。当时他就争取到2位这个西方德高望重的长老，一个就是摩托罗这个地方的一位叫三菩提长老， 자다야 산에 신다 질도 다 산에 신다 디 야기 민디 아버지 고생 막 간다 산에 신다 디야 还有一个叫 야가 누쇼 叫萨罕若，也是在西方啊，在萨罕若这个地方的叫离婆多长老。 내된 넘주사 니보디 다 된제 쉬니 된제 쉬버는 신 고난조 고나버니 폐약 시시나 데 시시 나버sam도 마세베게 양 수럽 가시가 나로 가르세요 알았잖아 所以在很多这些经典当中，我都有记载这么一段关于这个十问离婆多的故事。也就是当时耶舍就问了这个离婆多，就是将他看到的在东方看到的情况哦，然后来请教他的看法。离婆多呢也认为这实事是非法。那么有的时候呢，询问的人是谁，不一定都是耶舍哦。比如说在十诵律里面也有记载这实事哦。但也同样提到询问了离婆多，就是这位长老。但是问的人不是耶舍，而是三菩提。那至于另外几部律典，像四分律、前度、大使，里面记载的说，询问这个离婆多长老的是谁呢？是耶舍本人。 ane ne den yasha sa de ge thambu ne den sambo ga sa da an gelong mang bu chi ze ane di je le ya ane gelong shen da gelong ti zu gi ane ne den nam ju sa de ze she ne ane de le ya ne den yasha ki ane be chwa chi ne cha ba ro tin de gi ni ju de ke yo yi me da na shin gi sa de de be duo de nga ta singa le lu yu che mo da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律典当中啊，也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这个召集僧众，还有是谁询问了谁哦，有不同的一些记载。但总之，无论询问的人是谁，总之呢，各个经典当中，就是各部律典当中啊，最后都记载到一个地方，就是离婆多他认为说，这个东方巴基族比丘他们所实行的那10件事情呢，是非法，是不如法的。总之呢，在西方这个耶舍长老回去之后，他就游说了这个找到了，总之请到了非常多的比丘，最主要是长老的话有三菩提、离婆多这2位长老，还有像波利耶这个地方的比丘，还有阿盘提这个地方的比丘，还有达那地方的比丘。那这里我们说是比丘，在当时应该都是所谓的阿罗汉们。
总之就请到了很多这些地方的比丘们众多的僧众来参加这个会议。同样，东方的拔起族的比丘，他们也不就是在那等着，什么都不做，并没有。他们也在东方呢，就召集了很多的僧众。所以，总之，西方、东方都要各自找一些这个助手、助缘一起来辩论。所以后来呢，据说西方跟东方加起来，共有这个700位上座，就是长老、比丘参加了这次的集会。还有另外呢，还有僧众有2万人。就是所谓的第2次结集的时候。那么他们是在哪里举行这个集会呢？地点是在毗舍离的广严城的叫做玻璃家园这个地方。当然呢，辩论呢只能在这个长老之间进行当然，但是这个长老太多了，有700多位，所以人数太多，也不容易这样子组织来辩论。所以总之呢，就经双方东西方双方的同意之下，就各方就推选了4名长老为代表。所以有东方4位，西方4位这个长老来代表进行这个辩论。那么这8位长老的名字在不同律典当中也有不同的记载，但综合来看主要有萨婆伽罗，也叫做一切去的这么一位长老，还有再来就是离婆多，还有三菩提，然后还有耶舍，再来修摩那、沙罗，还有富格苏米罗，还有婆萨摩羯摩罗摩。那么在这8位之上，再加上一位呢，受戒只有5年，但是堪任教化，而且精通律法的一个夫作具者，就是劝化者、夫作具者，他叫做阿奇多，所以总共有9人。所以总共是有9位这个长老进行辩论，所以这个会议有辩论，主要就是在这几个人之间进行。所以总之这9位上座比丘呢，就代表700位这个长老进行辩论，就促成了这么一次的结集。那么也就是一般称叫700结集、700阿罗汉结集，或者就称为叫毗舍离往严城的结集。所以这个会议主要可以说是以乞讨金钱这件事情为起因。
但是呢，过程当中啊，也将这个八旗族比丘，就是东方的这些比丘，所实行的，就是包括乞讨金钱在内的10条新的做法，或者说10条新的戒律，这更就是实事，当时也就一并的进行了讨论。那么关于这时事啊，也是有些复杂的，因为在不同的律典当中，有些不同的说法。那我觉得时间关系哦，也没有办法太仔细的去说。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主要我想列举的是上座部前度中的记载，还有就是在说一切有部我跟有律杂事中所提到的这个时事。所以我想说一下，首先是上座部的前度中的这个记载。那么第一个呢，叫做绞盐镜哦，就是盐，用这种就是角，就是用这种动物的角啊，牛角，或者是这个头上那个角做成的容器来盛放盐这件事情。就是是认为说这是可以的，那么也就是认为可以在这种角质的由角制成的容器当中来储存这个盐，因为传统上僧众呢是只可以用钵来盛放这些食物的。再来第二个是叫做二指为镜，这是可以的，他们认为。也就是在过去呢，因为就是僧众是过午不食的，那也就是二指这两个指头，这的意思是说，过去他们在测量这个太阳的影子的时候，就开始到不到正午的时候啊，如果说在他们在测量的过程中，如果说僧众还没有吃饱，午后呢，日影还上于二指宽度的时候，如果还剩2指宽度的话，那僧众他还可以继续的吃。再来第三个是往他村为境，它指的是说，譬如说僧众们在这个村里吃完一餐了，中餐，接着他如果走到了另外一个村落的话，他还可以再次的进食。所以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是不能够用2餐的。但这里他是说，僧众们可以在这个，比如说甲地吃完之后，到了乙地可以继续的吃。再来第四个叫做住处境，住处为境，也就是说，在同一界内的同一处、同一个界内的这些比丘们，不必在这个同一处举行布萨。那这个范围哦，指的就是现在来说是10公里吧。就是我们一般说，就是如果在10公里这个范围内的比丘们，如果要举行这个布萨的话，对不起，在18公里这个范围内的比丘们，如果在到了举行布萨的时候，传统上的话是要一起举行布萨的。但是的确，这个距离是蛮范围很大的，所以东方的比丘们就认为说不必在同一处举行这个布萨。但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在讨论，有的时候就是大概也属于这个第四条。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到，当时传统僧众，你如果是在同一个住处的话，同一个界内，他的确就一定要，不管当时范围是很大的，但是也需要聚在一起布萨。那我们现在像各个寺院，有的时候也在讨论，是不是就我们都虽然是在同一处、同一界内，但是并不需要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布萨。这我觉得我们也是要进一步去讨论的。再来就是事后听取为敬，也就是说，在进行这个结魔法的时候，如果僧众就算是僧众没有全部到齐，那事后呢获得他们的同意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如果说这种开许的话，有时候也会这样开许啊，就是僧众没有全部到齐，但事后获得他们的同意也是可以的。再来第6个，叫做惯例敬，就是随顺惯例为敬。这意思是说，可以遵循这个和尚阿舍离，也是和尚，就是指堪布和尚，还有阿舍离的这些行事方式。就是曾经有这样子的例子，就是有这样子的和尚堪布，或者说阿舍离，他们有这样子做过的话，那现在也可以这么做。再来第7个是不嚼乳净，就是未搅拌为净。他是说可以饮用没有搅拌的这个落浆，但这并不是太清楚。总之，再来第8个是什么？叫做这叫舍楼迦净。舍楼迦是指这个椰子汁。它这是一种可以说未发酵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发酵的这种椰子汁。这个叫做 jaloki，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饮料，是可以喝的。再来第9个是无缘做具净，也就是制作这个做具的时候，不需要缝它的边缘可以随意制作大小。再来第10个就是经营为净，就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接受经营供养。那以上这10条是上座部的律典前度中的一个记载。那么再来呢，这个实事就是在根有律杂事中的一个记载，那和上座部的是有一点不同。那第一个呢，叫做高声共许净法。那这里凤凰他在解释说，就是他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也有参考了中文的根有律杂事里面，就是意境意识翻译的内容，然后来解释这一段
也就是说呢，当比丘在做非法不合结魔、非法合结魔、法不合结魔等等这个时候，大众听到这么说的时候，如果高声的说、高声共许，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么做可以的话，高声共许，就是说开许大家都高声就说哦可以的，可以这么说的。他这里的巴利文对，藏文就翻译成阿拉拉，有这样的一个这用词，它指就是大家高声的共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做随喜敬法。也就是当这些比丘在做非法不合结魔、非法结魔等等这些结魔的时候，大家见到了，然后悉皆随喜，这就叫做随喜敬法。再来第三个叫就事敬法，它是跟这个比丘能不能够掘地或者让别人去这个挖地无论用工具还是用什么总之是挖地的话，这种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再来第四个就是言事敬法。那么这是指说，比丘如果用这个竹篓来盛放这个盐，然后用手去触摸，然后去持手而使用等等，然后或者是食用这个盐的话是可以的。对，可以看到有关这个盐哦，是用什么容器来会有不同的说法啊。刚刚在前度当中提到的是说用动物的脚这个来做的容器，但这里会看到中文的方式参考了中文跟有律的杂事中所谈到是用竹篓。再来第五个呢是道行敬法，是避除比丘还没有走到一亿或半亿的这个地方辨别众时，此即名为道行敬法。这有一点像前面，应该是像前面所讲的进村进哦，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完餐之后，到另外一个村落还可以用餐，可能是指这样的内容。然后这稍微是表格上有些字可能写错了，稍等。这应该是二指敬法。就是说，如果说吃的东西还剩，就是大概2个指头这么多的时候的话，是还可以吃的。但这个的解释比较难去衡量哦。那么还不如前面的这个前度当中所谈到的，就是日影，看这个太阳的影子哦，就是如果还在2指之内的话，是可以吃的。所以这里2个指头，这只是你可以看到说法不同。接着第7个呢是治病敬法，就是当时在广严城，就是毗舍离的比丘呢，会
河水饮酒，然后此即名为治病净发。总之呢，他们会在酒当中掺和这个水，稍微稀释，然后呃，因为要治疗疾病，那这是被开许的。所以当时呢，这是第7个叫治病净法，这是在酒里面掺了这个水哦，稀释它，来治疗疾病，这是可以的。再来第8个呢，叫做落浆净法，也就是以这个乳酪一升，然后和这个水呢搅拌在一起，然后在啊、其他时候来饮用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乳酪当中，然后搅拌这个水来饮用的话是可以的。因为这里你可以看到，就当时的戒律是说，过了中午之后，就是牛奶是不能喝的嘛。但是这里说，如果掺和了水的话呢，就算过了中午，非时哦，就是过了中午的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喝的。再来第9个是坐具净法。那这里是说，他是说比丘在制作这个新的坐具的时候，一般来说传统的话要拿一个旧的当时的坐具总之要叠在上面哦，才可以坐它。但是这第9个是这里是说做了，他们有新的坐具之后，不需要有那样子叠在上面，旧的坐具叠在上面而受用。第10个是什么？就是金银净法或者金宝净法，就是有关能够持守金钱乞讨金钱这件事情。所以这根有律的记载是说，当时的比丘持有这个很好的钵，而且里面涂了香、放了花等等。然后呢，就然后呢就然后就总之呢，就到当时广严城的很多的人家呢，就跟他们说，所有广严城的人呐、你们听着。所以无论是在广严城里面的人们，或者是各方来的这些商客，你们如果有布施，比如说金也好，是银也好，或者各种的珍宝也好，您都可以放到我的这个钵中，你会得到大的利益富乐无穷。所以不再是像以前只是乞讨食物。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僧众开始广说大乘的各处的聚会乞讨这些金银等等东西。所以这就是当时耶舍长老就认为说这是一件很不对的事情因为戒律里面僧众是不能够直接这个乞讨金钱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根有律杂事当中那么所谈到的一些内容。사전 대변 뒤와이나 안자 추sun 대변 뒤와이나 안자 다나 신기 직 내된 대변 뒤와이나 안자
所以可以看到，无论是根有律或者前度啊、等等很多内容当中呢，都有提到这个时事，但可以看到时事有一些些不同。那么这里呢，主要我们讲的是上座部的前度里面的时事，还有也主要跟各位简单讲了一下在藏文根有律大师中的一些内容。我想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好的。